魏狮王，这小子人都已经晕过去了，东西还抱得这么紧，老二，肯定有好东西。那人在沙漠里，连匹马都没有。小心点，我们先去把他杀了，再拿东西。是，走。去死吧你！张青，辛苦了。你们这些沙匪真胆小，跟了2天才肯出手。要不是我在沙漠里没有把握，早就对你动手。你们是谁？为何要设局抓我们？说，这2天是不是有一个姑娘进寨子？姑娘？什么姑娘？我不知道。我只负责在沙漠里埋伏，寨子里的情况我一概不知。立刻带我去那寨子里，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就你们2个？少给我废话！是不是要见血你才肯引路？别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带你们去便是。不过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俩，我们寨子可有上千人，到时每人一口唾沫，也能淹死你俩。这个就不劳烦你担心了，跟我们走。这丫头，你醒！行，那你慢慢写。好了，风水大轮盘。嘿嘿，马头令啊，有了这个赌具啊，10赌9赢，保管你手下的钱，通通都进到你口袋里。他们没钱了，不听你的，听谁的呀？10赌9赢，有那么厉害吗？这可是我们司马家研究了几10年的心血啊，肯定赚钱。哼，我说你这丫头，让我过来给我这个大轮盘，你不是没有那100万两银子吧？想拿它举债是不是？哎呀，100万两一定有，这个是我想请马头领能够让我出去转一转。我每天闷在这个洞里，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你看我一个弱女子，也不会武功，手上的武器也被你们缴了。啊，对你们肯定是没有威胁的，求求你，就让我出去转悠转悠吧。不行，坏了规矩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啊！我每天被你们锁在这儿，除了吃饭能够张口，我都快不会说话了。您若是不放心的话，可以让沙鼠来看着我呀。不行不行，我再给你说一个赌术，这个简单多了，只要拿几块木头，刻几个数字就行了，保证让你立刻发大财。最新玩法，超高赔率，押1赔1000。哎呀，1000两，1000两。玩法也简单，我这儿一共有20个数字，只要你们当初选出7个来，3个数字顺序都对了，老子赔你们1000倍。1000倍，哎，头领，1两赔1000两，那我押20两，岂不是能赔2万？2万，这小子算的没错，只要你们买对了，押中，老子赔你们1000倍。好，1000倍，看见了吗？你们手里这些纸啊，可不是让你们画符用的啊！把你们心里想好的数字给老子写上去，现买、现开、现摇。好好选啊！司马姑娘，我们头领说让我放你出去四处转转，让我跟着你。太好了，谢谢头领，谢谢少主大哥。怎么了？
这2天头领不知道从哪儿整出一套新的毒法，把我好不容易攒的借的那几千两银子全赢过去了。哎呀，10赌9输，你少赌点吧。你是不知道，刘副头领就中了1回，却赢了1万两。哎呀，要是让我中1回，肯定连本带利我都能赢回来。他中不见得你能中，相信我，少赌点。都是靠运气，凭什么我就不能中啊？不过我是应该更勤奋一点。哎，嘿嘿，要是让我再多抓2个像你这样的肥羊，我就肯定能翻本了。那我祝你早日翻本啊！哎，等我。哎呀，终于可以透来透气。司马姑娘，这边。哎，慢点。少主大哥，哎，你们沙匪过得倒是挺清闲的嘛。啊，每天这样赌，难道不怕官府冲进来抓你们吗？哎呀，兄弟们都是轮番休息，你看，只有在寨子里的兄弟才能赌酒。这边大部分人都在后山训练呢，还有一些人在沙漠里守着。只要官兵一进沙漠，我们的人就知道了。等他们摸进寨子，我们的人早就跑光了。沙漠这么大，你们也能守得住？这沙漠里到底有多少你们的人？这个嘛，除了头领，没有人知道。守在沙漠里的探子只知道自己的位置，根本不知道别人的位置，以免有人被抓了以后把大家都供出来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们头领可真厉害。来这边。这么多地点，马大胡子不可能全都记住，肯定是标记在哪儿了。要是标在地图上，我只要拿到它，就能避开他们逃走了。司马姑娘，走啊！来了。他们在算什么啊？算头领的20个数字选3会出现哪些数字？这算不出来的。我这13子值5两，再给我5两，我不信我回不了本。哎，沙鼠大哥，我跟你先借10两，待会儿我赢了之后呢，双倍还你。你刚刚还劝我不要赌，你怎么自己上桌了？哎，这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，我只是偶尔赌赌，没事的。钱拿来。好吧，来。哪边是大，哪边是小啊？小少主，这就是那值100万两的肉票？嗨，对，我就是那个肉票，是你们马大胡子头领允许我出来转转的。你们这些男人怎么话这么多？赌不赌啊？赌啊！来呀！不想是吧？师父，是青岩没有本事，也不知道幕府的人在我身上动了什么手脚，让师父担心青岩该死。你身上的毒确实有些麻烦，明明昨日毒性已经减弱了，可今日为何又加重了？为师也找不到什么原因，只能再开一副药将毒性冲淡。有劳师父了。师父，这金针好像已经到了胸口，就再让它在你体内多留几日，帮你疏通经脉。你放心，不会伤到你的，到时它自会解除。你好生休息，为师替你安排人去煎药。多谢师父。师父啊，师父，你一定没想到我会给自己下毒吧？你的金针一日未除，我的病
就永远好不了。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这回我就压大。太小。给钱！再来啊！庄主，这是这次的布防地点。你安排就可以了。诺。庄主，你有什么烦心事吗？青岩的毒一直不能完全解除，像是多种毒液混合而成。具体是哪些，该如何解，我却一直没有头绪。那，俺去给你抓几个大夫回来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的医术更胜于我？属下不敢。庄主，你也知道，俺老马嘴笨，是个粗人。其实，俺的意思是，多个人。可以为庄主多出主意吗？不必了，我会试出来的。诺。对了，那司马家的丫头怎么放出来了？还在外面和你的人支起了赌局。啊，庄主，是这样，前些日子这丫头3番5次，5次3番的寻死寻活的，非要让我过去，还跟我说什么自己一个人要在屋子里面憋死。我这一想啊，俺们这么多人。还能让一个小丫头给跑了吗？所以，俺就自作主张，让沙鼠每天带着她转一转，溜一溜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丫头居然开赌！庄主，你可千万别怪罪，我这就让沙鼠把她给抓回来。不用了，你立刻去安排布防的人。那丫头，你让沙鼠带进来。她虽然年龄小，但胆识却不小，而且家底殷实。若能为我所用，也能为主上再添一助力。俺懂了，庄主是看上那丫头了。行，俺现在就让沙鼠把她给带过来，正好我也去看看布防。走快点儿！时间不多了，分开行动。早就想和你分开了。哼，我一定要比你早找到猪丫头。给，赏你的。走了，有事儿啊。我这赢着呢。哎，我这赢得起劲了，怎么了？庄主要见你。庄主啊？马大胡子。不是，马大胡子是马大胡子，庄主是庄主。你们沙匪不是马大胡子最大吗？怎么突然跑出个庄主啊？庄主是马大胡子的老大。一会儿见到他，说话可得小心点。别看她是个女的，那比马大胡子可厉害多了。我们都冲他。快走吧！走吧。雪见莲、龙葵草、蛇利草，青岩的毒为何解不了呢？这边，慢点啊！来，沙鼠大哥，我跟你商量件事啊。不是，这庄主他，快！司马姑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再不进去，庄主该发火了。你这干什么呀？啊？怎么样，沙鼠大哥，认不出我原本的样子了吧？不是，你把脸弄那么脏，怎么去见庄主啊？哎呀，正是因为要去见你们庄主，我才把脸弄脏的。为什么呀？
你们庄主是个女人，还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，万一她见我年轻貌美，嫉妒我，杀了我怎么办啊？这是你们的地盘，我一个弱女子，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了。哦，这庄主也没有那么小心眼吧？好歹你也值100万两银子呢。杀主大哥啊，你没娶媳妇儿吧？嘿嘿嘿，进寨子之前穷，没娶上；进寨子之后呢，一个女人也没有。啊，我就知道，那你肯定不懂女人的心。我告诉你，女人心海底针，你琢磨不透的。我这样啊比较安全。哦，那赶紧走吧。啊，走吧，走。哎呦，这么回事。庄主，人到了。你下去吧。诺。不知庄主唤小女子过来有何事？抬起头来。你的脸为何这么脏？啊，听说庄主召我过来，我不敢耽搁，就和杀鼠大哥一路飞奔过来，不小心在路上被石头绊了，跌了一跤，就成现在这个模样了。还请庄主千万别杀我。杀了你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先把脸洗干净再来见我。啊，不敢让庄主久候，请问庄主有何吩咐？我听说你们司马家一直在研究赌术。是。研究的如何？最近码头里在玩的20个数字选七，就是我们司马家新研究出来的。我还另外给了码头里一张风水大轮盘，庄主若是有兴趣，不妨拿来看看。可还有其他的？庄主问这些是想看赌庄吗？如果你们司马家研究出来的赌具不错，我想给你们和西楚州的赌坊牵根线，让大家合作，一起发财。多谢庄主赏识，可小女子做不了家里的主，这一切还请家里来人之后，庄主再与他们详谈吧。那倒是。你下去吧。哇。等等，转过身来。我总觉得你有些面熟。我们可曾见过？啊，我记得了，我们是见过。之前官库招标的时候，司马家曾跟其他的商贾到京城里看热闹。您是不是那明月山庄的庄主柳明日啊？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不是嘛？可真像啊！这世上相像的人何其多。沙鼠，哎，带他下去，好好看着。等司马家的人来了，我们再聊。诺，请。小女子告退。这不是嘛？走吧。哎，司马姑娘这边。哎，还好我机智，先发制人，
柳明月肯定不希望他是沙匪头领的事宣扬出去。不过这地方我不能再待了，太危险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沙叔大哥啊！我突然肚子疼，今天不逛了，你带我回去吧。好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慢点啊，慢点。小心。他终于找到这里了。不气。不气，知道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这2天一直后悔自己为何如此大意。你若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。你不是还有柳青梧吗？不气，那都是东方石和柳青梧故意陷害我。我已经和柳青梧撇清关系。你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真的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如果……别！好了，我相信你了。唉，其实我这几天把整件事情都捋了一遍，也发现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。一切都太巧了，东方石好像早就知道屋子里的状况，故意不敲门就进去了，好让我看到内幕。我夫人就是聪明。谁是你夫人？不气，我们已经没多少时间了，尽快离开好不好？你这样我怎么离开啊？那个男的就是东平郡王，给我杀了他们！给我追！柳明月，快！少主，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，这些沙匪全是老爷子的兵马。正是。此地是主上设在西楚州的练兵之处，故意伪装成了沙匪，可练就他们的御敌本事。立刻通知他们，只杀那个男的。如果有人敢动朱牙夫一根汗毛，我绝对杀了他，再杀了你。诺，回来！我不想让朱牙夫知道我和沙匪之间的关系。安排好之后到大堂来见。我有话要问。
快去！诺。少主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少主，这是为何？那群沙匪有没有人动过朱丫头？别想骗我！你应该知道，骗我你只会死得更惨。少主放心，那丫头自称是司马家的小姐，说是能给100万两的赎银，所以我们的人根本没有动过她。真的？明月所说，句句属实。老爷子曾命你找过她，你不可能不知道她的长相。他说她是司马家的小姐，难道你就相信了？少主有所不知，这沙匪寨的事情，大多数都是由马大胡子来处理的。我今日也是第一次见他，那丫头机灵得很，怕我认识她，故意把脸弄脏了，我一时间也没有认出来。没有人动过她就好。看来我以后得在你们面前多走动走动，才不会发生这种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，被自家人洗劫一空的蠢事。要是老爷子知道了，肯定骂我大意不可。栽在你们这种虾兵蟹将的手上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是沙鼠把花不期抓进了寨子，他竟敢以下犯上，我这就去把他杀了。不急着杀他，等到和皇帝打仗的时候，让他做先锋即可。我问你，那个和周丫头一起逃的男人，你确定是东平郡王？是东平郡王，明月不会认错。东平郡王乃七王爷之子，也就是说，陈玉是周丫头同父异母的兄长。传闻他们不和，为何我看他们的关系好像很暧昧的样子？鬼谷出事之后，主上就怀疑，当年从碧螺天逃出来的人就在七王府，并且怀疑七王爷和花不弃的关系。之后派人调查，发现薛妃怀孕前后，七王爷根本不在京城，所以花不弃绝对不可能是七王爷的女儿。鬼谷出了什么事？有人闯入鬼谷，主上受了一点轻伤，不过现在已无大碍。无碍就好。既然老爷子也开始怀疑七王爷，那么闯入鬼谷的人肯定和七王爷有关。应该是。他们闯入了鬼谷，朱丫头和陈玉不是兄妹，而他又喜欢联谊客。根据这几日我在沙漠里观察他们相处的情况看来，我敢肯定陈玉就是联谊客。所以朱丫头来西楚州肯定也不是为了赚钱这么简单的事。难道他是想让陈玉帮忙调查我那块令牌？七王爷还在世的时候，明月山庄和他有过接触。既然他们对碧螺天感兴趣，那么肯定会有所行动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少实力。还有，替我安排去明月山庄一趟。我不允许今日这样的情况再度发生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小女轻舞叛变，如今明月山庄已落入他之手。你说谁叛变了？明月有负主上所托，望少主恕罪。我是问你谁叛变了？明月山庄落入谁的手中？是柳青梧。我还以为他是你的手下呢。起来。那真是太巧了。所以你到沙匪寨子来，是为了避难。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禀报老爷子？还未禀告。柳明月，你这是越来越大胆了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竟然瞒着不报，最好赶紧去找老爷子认罚。诺。柳青梧敢叛变，是他自寻死路。我自会杀了他来整顿明月山庄。明月山庄就算被毁，
也不能落入一个叛徒手中。明白吗？明月明白。查得仔细点，你们几个去那边。我们这样要怎么出去啊？煞匪人多势众，而且更熟悉地形，我们只能等天黑才走了。不过在走之前，我要先弄清楚那个探子的具体位置，好让关将军剿灭他们，以解西楚州之大患。我知道他住哪儿。身处匪窝还临危不决，而且还成功打探出了探子的位置。我夫人就是厉害，如果这次真的剿匪成功，关将军有一半的功劳算你的。我不要功劳，要赏金嘛。小财迷，你想要多少？郡王府里的都是你的，包括你吗？包括我。成交。嘘。都查仔细了啊！都查仔细了。来，有没有人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你小子挺能耐啊，敢得罪少庄主？不是，少庄主是谁啊？啊？那是你头领的头领的头领。还好他老人家宽宏大量，不追究，不然的话，老子把你大卸八块。我也不知道啊。话说，这俩人到底跑到哪儿去了？你们所有地方都搜遍了吗？都找了好几遍了，方圆几十里外的探子传信回来，都没看见他们的踪迹。那就肯定还在寨子里。阿狗，哎，带着小部分人继续给我搜。其余的兄弟，给我把寨子的每一个出口都给我守好了，一只苍蝇都不能让它飞出去。去吧，好，走。头领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老子一天都没休息，回床上睡个觉。你小子跟着干嘛？头领，你看能不能先放我回去当探子呀？这么多人守着呢，也不缺我一个。你给老子闭嘴！你他娘的！少庄主都说了不追究，你他娘的怕个球啊！啊！赶紧给老子滚！什么口气？滚！好。敢逃，老子弄死你！不行，你先待着别动，我去找布防图，找到我就回来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外面太危险了。以前你假装讨厌我，我做什么你都冲着我来。后来我们天各一方，好不容易相聚，却又分开了。这次我绝对不跟你分开。你带着我去吧，我绝对不会扯你后腿的。而且这寨子我比你熟，我可以给你带路呀。不行，行不行我都要跟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那你跟紧了我，别跟丢了。是你要跟紧我，这儿我可比你熟。来吧，走。来，快！小心！给我仔细的搜！走！快，这边！这边有没有？没有。这边，快找！有没有？没有。好了，没事。这边。
群废物，在自己家的地盘连个人都找不到，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我都没有出现，早知道我就自己冲出去救朱丫头。现在朱丫头肯定只把陈玉当成英雄，把我当成一个连面都不敢出的狗熊了。少主莫急，杀匪寨布防严密，陈玉带着那个丫头绝对逃不出去。我这就去问问马大胡子情况。对了，还以为用不到这3字，没想到还用上了。哎，去！都守在这干嘛？为什么不去找人？哎，庄主，马大胡子呢？天太黑了，马头领又怕他们连夜逃跑，所以让我们在各个出口守着，只让阿狗带一小部分人去找了。行事自作主张，也不知汇报。他人呢？到底在哪儿？马头领说他一天没睡，所以回房间休息了。恭送庄主。你看吧，我就说过不会拖你后腿的，关键时刻我还能帮你开箱子呢。快，把东西拿着，有人来了。小心！来人！在！庄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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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杀了洞庭巨蟒！给我打！给我追！快！这边来！快点给我把他拿下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停！在上面！站住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来救火！救火呀！着火了！快来人！救火了！救火！救火！陈玉不会有事吧？朱丫头，是我。东方石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种时候，当然是我来救你了。那，换上这个衣服，把脸涂脏。现在沙匪正在外面救火，我们可以趁乱逃出去。不行，
我要待在这里等长庆公子。这火是他放的，他让我来救你的。快呀，赶快换，等火灭了就来不及了，快点！